喂，大家買生果嗰陣，係咪都遇過一個超級無敵大嘅死穴？就係買親香蕉返屋企，諗住慢慢嘆，點知唔夠兩三日，條蕉就由靚靚嘅黃色極速變黑，再放多兩日，直情爛溶溶，軟到好似一粗泥咁，仲要惹到成屋都係嗰啲神出鬼沒嘅果蠅。最慘嘅係，好多人自作聰明，以為將啲香蕉揼入雪櫃就萬無一失。點知第二朝一覺醒來，成條蕉黑過火屎，真係睇見都唔開胃。最後咪又係成條掟落垃圾桶，真係揼心口。我同你講，而家已經係2026年啦，百物騰貴，買秋蕉都唔平，下下咁樣浪費法，真係賭錢落海。如果你都受緊呢種香蕉太快死嘅折磨，今日你真係幸運啦，因為我會毫不保留咁教你一招震驚百萬人嘅鎖仙大法。只要你跟住我呢個絕密步驟做，我包你買翻嚟嘅香蕉放足15日都唔爛唔變黑，更加唔會生蟲，食落去仲係啱啱買翻嚟嗰陣咁爽脆香甜。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超級大誤區，點解香港人咁中意將所有嘢都塞入雪櫃？由廿幾歲嘅後生仔到七老八十嘅公公婆婆，硬係覺得雪櫃就係萬能保鮮箱。但係我必須好嚴肅咁同你講，香蕉係絕對唔可以放入雪櫃架。香蕉係熱帶生果嚟㗎，大佬，佢天生就係怕凍。你將佢放入攝氏4、5度嘅雪櫃入面，就等於將一個著住短袖衫嘅人掉去北極一樣，佢會即刻凍死。喺科學上呢個現象叫低溫灼傷。當香蕉處於低溫環境，佢表皮細胞入面嘅分類物質就會大量氧化，產生黑色素。所以你放入雪櫃嘅香蕉皮會極速變黑，雖然入面嘅果肉未必即刻壞，但係口感會變到又霉又爛，完全失去晒香蕉應有嘅軟滑同埋甜味。你諗下，一條又黑又霉嘅蕉，你仲食得落肚咩？所以第一條鐵律，千祈唔係將香蕉放雪櫃。呢個係謀殺香蕉嘅第一大元兇。好啦，既然唔放得雪櫃，咁就咁擺喺台面，又點解會咁快熟、咁快爛呢？呢度就要講到香蕉嘅另一個致命秘密——乙烯。乙烯係一種無色無味嘅氣體，被稱為生果界嘅催熟劑。香蕉本身就係一個超級乙烯製造機，佢一被摘落嚟就會不斷釋放乙烯去催熟自己。最弊嘅就係香港啲超市或者街市，為咗令啲香蕉睇落去靚啲、快啲賣得出，好多時都會喺表面噴一啲人工嘅催熟劑。當你將成抽蕉買返屋企，就咁原封不動放喺台面，啲香蕉就會困喺自己釋放出嚟嘅高濃度乙烯入面，互相催熟、互相傷害。今日你睇佢仲係大少少青，聽日佢已經全黃，後日就開始起梅花點，大後日就直接變黑爛溶溶。呢個就係點解香蕉壽命咁短嘅真正原因。明白咗呢兩個致命死穴，我哋就可以對症下藥，施展我哋今日嘅戲肉鎖仙大法。呢個大法分為4個極之重要嘅步驟，缺一不可，大家一定要聽清楚，最好攞張紙抄低佢。第一步，亦都係最反傳統、最多人覺得到不可思議嘅一步，幫香蕉沖涼。冇錯，你冇聽錯，就係沖涼。好多人買香蕉返嚟，第一件事就係放低，但其實你買返嚟嘅香蕉表面布滿晒街市或者果欄噴上去嘅催熟劑同埋防腐劑，仲有好多你看唔見嘅細菌同灰塵。如果你唔洗走佢哋呢啲催熟劑，就會繼續瘋狂加速香蕉嘅老化。所以你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就係將成抽香蕉放喺水喉下面，用清水慢慢沖洗。洗嗰陣要特別留意香蕉嘅根部，即係嗰個粗粗地嘅柄，因為嗰度係最容易藏污納垢同埋積聚催熟劑嘅地方。你可以用手輕輕撻下佢，確保表面嘅化學物質洗得乾乾淨淨。呢一步就好似幫香蕉卸妝咁，等佢可以抖下氣，延緩老化速度。洗完之後，馬上進入第二步，呢步係生死攸關嘅，徹底抹乾。記住，生果最忌就係有水分殘留喺表面，因為水分係霉菌同細菌瘋狂繁殖嘅溫床。如果你洗完香蕉濕立立就咁擺喺度，我包你唔使2日，啲蕉皮就會發霉發臭，仲會引晒啲果蠅過嚟開派對。所以你要淋撈幾張乾淨嘅廚房紙或者一條索水嘅毛巾，將香蕉由頭到尾每一個角落每一條罅隙都抹到完完全全乾身為止，一滴水都唔可以流。
呢個步驟雖然聽落有啲嘥時間，但係為了保住你啲靚招，呢幾分鐘絕對係值得投資嘅。抹乾晒之後，我哋就要對付啱先講過嗰隻催熟大魔王乙烯啦。第三步就係要封印乙烯嘅出口。香蕉釋放乙烯最多嘅地方就係佢個根部，即係成抽蕉連住嗰個聽。只要我哋封住呢個出口，就可以大幅度阻慢香蕉自我催熟嘅過程。點樣封？好簡單，屋企實有保鮮紙啦，你撕一細塊保鮮紙出嚟，將香蕉個根部實一實咁包住佢。包嘅時候要用力少少，確保冇留低任何空隙，最好包多幾層。如果你想效果再好啲，甚至可以用錫紙包，因為錫紙阻隔氣體嘅能力比保鮮紙更強。包好個聽之後，香蕉就等於被點咗穴，乙烯走唔出嚟，佢成熟嘅速度就會慢好多倍。最後一步，亦都係決定成敗嘅關鍵，懸掛大逃亡。香蕉係好脆弱嘅生果。如果你將佢平放喺台面或者果籃入面，被壓住嗰一面嘅果肉就會因為承受住成抽蕉嘅重量而受傷。啲細胞被壓爛之後就會極速發黑變軟。呢個就係點解放喺台面嘅香蕉底部永遠最快爛嘅原因。所以我哋要用反地心吸力嘅方法去對付佢。你要一條結實嘅繩穿過香蕉根部嘅空隙，然後將成抽蕉掛起嚟。你可以掛喺廚房通風嘅位，或者買個專門掛香蕉嘅架翻嚟。掛起佢嘅目的係要模擬香蕉喺樹上面生長嘅自然狀態，等佢360度都受力均勻，唔會有一面被壓壞。而且掛喺半空，通風透氣，更加唔容易積聚濕氣同埋乙烯氣體。只要你做齊呢4步：沖涼、洗走、催熟劑、徹底抹乾、放水器。包住個丁鎖乙烯，懸掛半空，防壓傷。我可以用我做咗咁耐 YouTuber 嘅信譽同你擔保，你抽香蕉真係可以放足15日，都仲係靚靚仔仔。去到第10日，佢啲皮可能只係啱啱開始出少少梅花點，嗰陣時嘅香蕉係最甜、最香、抗氧化物最高嘅極品狀態。比起你以前放3日就黑到花水，呢個方法簡直就係魔法。講到呢度，可能有一啲心水清嘅朋友會問：如果我真係一個人住，買咗好大抽蕉，就算用咗鎖鮮大法，去到第15日都係食唔切，開始變軟，咁點算好？唔使驚，我都幫你諗埋後路。香蕉就算真係熟透咗，都絕對唔好搭。熟透嘅香蕉其實係廚房入面嘅超級寶物。你可以將啲熟透皮有好多黑點嘅香蕉剝晒皮，然後切成一粒粒，放入密實袋。推晒啲空氣出嚟，最後先至放入雪櫃嘅冰格冷凍。記住係剝咗皮先放冰格，凍硬咗嘅香蕉粒簡直就係天然嘅雪糕。夏天熱辣辣嗰陣，你攞幾粒冰凍香蕉，加少少牛奶或者燕麥奶，放入攪拌機一打，哇！一杯香濃幼滑，完全唔使加糖都甜到入心嘅香蕉奶昔就搞掂，仲好飲過出面幾十蚊一杯嗰啲啊！又或者你可以用熟透嘅香蕉去整香蕉蛋糕、香蕉班戟，嗰種天然嘅果香係生勾勾嘅香蕉絕對俾唔到你嘅。另外，我仲要教多大家一個揀香蕉嘅絕招。你去街市買蕉，千萬唔好買嗰啲全熟、成抽都係金黃色，甚至已經有黑點嘅蕉，除非你打算1日之內食晒佢哋。如果你想放得耐，一定要揀嗰啲蕉身黃色。但係頭尾兩端，特別係個聽嗰度，仲帶住明顯青綠色嘅香蕉，呢種蕉大約係7、8成熟，買返屋企用我教你嘅鎖鮮大法，就可以慢慢彈足半個月。仲有揀蕉嘅時候要睇清楚個形狀，越圓潤冇起晒起角嘅香蕉，代表果肉越飽滿，生長得越好。如果條蕉起晒3、9、60角，即係代表佢未夠日子就被割落嚟。呢種蕉就算催熟咗，食落去都會有一陣澀味。最後等我再講好多香港人好頭痛嘅果蠅問題。其實果蠅唔係無中生有嘅，佢哋係被生果發酵腐爛嘅酸甜味吸引過嚟嘅。當你嘅香蕉太快熟，開始變爛，流出汁液嘅時候，嗰陣味對於果蠅嚟講就等於超級大喇叭，叫全家大細過嚟開餐。但係只要你用咗我啱啱教你嘅鎖鮮大法，香蕉成熟得極之緩慢，表面保持乾爽，
根本唔會散發出腐爛嘅氣味，果蠅自然就穿唔到目標啦。萬一你屋企真係已經有果蠅飛嚟飛去，你可以用一個小杯倒少少蘋果醋，加一兩滴洗潔精，放喺掛香蕉嘅附近。蘋果醋嘅酸甜味會引誘果蠅飛入去，而洗潔精就會破壞水面嘅張力，果蠅一停落去就會即刻浸死。呢個係最安全又最有效嘅天然滅蟲法。好啦，今日嘅香蕉鎖鮮大法就講到呢度，由洗、抹、包到掛，每一個細節我都講到清清楚楚，大家千萬唔好嫌麻煩，試過一次你就會知咩叫神奇。而家2026年研食艱難，一分一毫都要使得精明，學會呢啲生活小智慧，一年分分鐘幫你慳翻唔少買生果嘅冤枉錢。